想像下你面前有一嚿石頭，佢體積唔大，大概好似一個麵包咁，表面粗糙、污糟，佈滿咗風化嘅痕跡，望落去同你喺地盤或者路邊見到嘅爛石冇乜分別。喺大部分人嘅眼中，呢嚿嘢一文不值，但係喺中緬邊境一個逼滿人嘅市場入邊，就係呢一嚿石頭啱啱以8萬美金成交。買咗佢嗰個人企喺度喐都唔敢喐，佢對眼死死咁樣盯住一部裝咗鋒利鋸片嘅機器。喺呢個世界有一句好出名嘅説話：一刀窮，一刀富，一刀着麻布。呢句話唔係講笑，而係賭石最真實嘅寫照。如果喺呢嚿石入邊係翠綠、通透、充滿靈氣嘅翡翠，呢個人幾分鐘之內就可以做千萬富翁。但係如果入邊只係普通嘅灰石，滿布雜質或者裂痕，佢嗰8萬美金就會瞬間化為烏有。呢度冇得退錢，唯一依賴嘅就係喺嗰一刀入邊。呢個係世界上最瘋狂嘅盲盒，唯有貪婪係唯一嘅驅動力。點解會有人願意花咁多錢去買一嚿爛石頭嘅呢？我哋要追溯翻去佢嘅源頭。世界上絕大部分頂級嘅翡翠都係嚟自一個地方——緬甸北部一個叫柏敢嘅區域。嗰度絕對唔係一個安全或者有秩序嘅地方，反而係一片充滿咗巨型深坑同埋泥石流嘅荒原。幾百年嚟，無數人喺呢片土地挖掘翡翠。翡翠係一種非常堅韌嘅礦物，雖然拋光之後好靚，但係喺地底嘅時候，佢表面會有一層經過數千年風化而成嘅厚皮。單憑肉眼睇外殼，你根本分辨唔到入邊係咩。喺柏敢，採礦工人嘅生活係一場生存鬥爭，成千上萬嘅人每日喺大礦場剩翻嘅廢石入邊揾機會，希望可以揾到一嚿被忽略嘅寶藏。呢份工作非常危險，山泥傾瀉隨時都會發生，而每年亦都有好多人被山葬喺泥土入邊。但係真正發財嘅往往唔係嗰啲揾到石頭嘅人，而係嗰啲利用希望去賣石嘅中間人。咁問題就嚟啦，既然而家科技咁發達，點解唔可以直接用下 X-ray 嚟照下入邊有冇綠色嘅翡翠呢？答案係大自然一個好奇怪嘅現象。值錢嘅綠色翡翠其實同旁邊嘅廢石嘅化學成分同埋密度幾乎一模一樣。喺 X-ray 或者超聲波下面，綠色同灰色望落去完全冇分別。既然機器唔得，買家唯有靠最原始嘅工具——一支強光電筒。佢哋將電筒緊緊貼住石皮，觀察透明度。如果電筒照落去，入邊泛起一層深邃好似水咁樣嘅綠光，就代表入邊可能有好嘢。但係呢一切都係斷估。有啲石頭表面會有一條條好似蛇輪咁樣嘅紋路，專家相信呢啲紋路代表色根嘅走向。不過有時候綠色只係表面極薄嘅一層，好似塗咗層油漆咁。呢種石頭係所有賭石人嘅噩夢。你以為買咗嚿滿綠嘅寶物，點知切開之後，原來只係一堆灰石包住一層薄薄嘅綠色。但係點解咁多人願意賭石呢？喺奢侈品嘅世界，黃金同鑽石通常都係主角，但係喺亞洲文化入邊，翡翠嘅地位仲高。佢被稱為玉中之王，幾千年嚟唔單止裝飾，仲代表住地位同品格。俗語有云：黃金有價，玉無價。同鑽石嗰種標準化嘅分級唔同，每一嚿翡翠都係獨一無二嘅大自然作品。人哋睇翡翠係睇佢有冇靈魂，嗰種神秘水潤，好似入邊有液體流動咁樣嘅感覺。翡翠值唔值錢，最主要係睇3樣嘢：色、種、底。最貴嘅翡翠叫做帝王綠，顏色深邃鮮豔，而且非常通透。但係要記住，呢種價值只存在於 A 貨，即係100% 天然冇經過化學處理嘅翡翠。至於嗰啲經過漂白染色嘅 B 貨同 C 貨，喺專家眼中完全冇投資價值。講到翡翠價值嘅天花板，簡直就係天文數字。喺國際拍賣會，頂尖翡翠嘅價錢可以令到大鑽石都顯得好平。最出名嘅例子係芭芭拉克頓頸鏈，喺2014年以超過2700萬美金成交。條頸鏈有27粒完美嘅綠珠，換句話講，平均每一粒珠就值100萬美元。一隻手鐲嘅價錢亦都可以好誇張，因為手鐲係要一嚿完整冇裂嘅原石入邊挖出嚟，所以好難揾到足夠大而有高質嘅料去製作一隻完美嘅手鐲。一隻完美嘅帝王綠手鐲隨時都可以賣到700萬美金，而且由於緬甸嘅資源只會越嚟越少，呢個天花板只會越嚟越高。
一粒好似提子咁大嘅石，隨時都貴過一間豪宅。此外，賭石嘅場景亦都轉換咗。以前你要賭石就一定要親身去到市場，但係而家呢種賭局已經搬咗上網，每日都有幾百萬人透過直播喺手機上面玩賭石。喺直播間入邊，主播會企喺一堆射燈下面，表現得好興奮咁大嗌。佢哋會用特製嘅濾鏡，令到啲石頭望落去比現實更透亮同埋更綠。呢種直播為咗製造驚輸蝕嘅心理，入邊仲會有好多假嘅買家瘋狂出價，製造好似好多人搶嘅假象。一般人坐喺屋企見到咁刺激，就以為有機會發財，結果就將儲蓄花喺一嚿佢從來都未摸過嘅石頭上面。當石頭喺鏡頭前面切開，發現係廢料嘅時候，主播只會扮下傷心，然後攞起下一嚿石繼續叫賣。買家輸晒所有錢，而直播永遠都唔會停。賭石最危險嘅地方係佢會令你覺得自己好聰明。好多人花幾年時間去睇書研究石皮，以為自己學識咗睇石。但事實上，賣石嘅人永遠都比買石嘅人精明。礦主同埋大批發商先至係真正嘅專家。喺一嚿石攞出嚟俾人賭之前，其實已經有無數嘅專業人士睇過。如果一嚿石真係有90%機會出好嘢，批發商又點會平賣俾你呢？佢哋一定會自己切開，然後賺嗰幾百萬。當一嚿石被放喺市場俾人賭嘅時候，通常係因為專家已經睇出咗佢冇乜勝算。佢哋將風險賣俾你，因為佢哋自己都唔想搏。翡翠本身係好靚，代表德行同好運，但係呢個行業背後往往係貪婪同埋絕望。每當你見到一條發大財嘅片，背後有成千上萬個人因為賭石而傾家蕩產。最後，賭石其實反映咗人嘅本性，佢揭示咗人類係幾咁渴求奇蹟。我哋想相信一嚿平凡嘅爛石頭入邊可以藏住寶藏。想相信自己係嗰個天選之人，但係大自然唔會理你點諗，石頭始終係石頭，佢喺地底埋咗幾千萬年，對人類嘅爭奪無動於衷。最後你會發現，真正嘅贏家永遠都係嗰啲賣夢想俾你嘅人。多謝收睇。